情义善人，莫入此门。已经入了这修罗场，人命还值几个钱？什么都有，还真是无限流。会不会还有 AK、高达、隐形战机？只可惜天下纷乱，安心品茶更久的时日已经不多了。舍身相助，真是让人感动啊！难道你愿意为了他们杀生成魔？身为出家之人，为何看不透这种臭皮囊？死有轻于鸿毛，亦有重于泰山。我等舍生取义，正在今日。阿弥陀佛，恕老衲。你敢犯杀戒？佛有慈悲心肠，亦有金刚怒目。